今次黃金時代基金會啦，好慶幸啦，就同咗市建局一齊合辦建定樂聚呢個計劃，希望可以支援一啲院舍，提升佢哋服務，亦都可以提升到老人家嗰個生活質素。今年嗰個活動，我哋有金醫生啦，做一啲噴灑消毒、一啲感染控制呢一樣嘢啦。除此之外，我哋今年都加入咗一個認知訓練嘅遊戲程式，發覺好多老人家患有認知障礙症嘅認知能力係下降咗。咁我哋順福護老院咧，全院咧而家係50名個老友記，大概有20-30% 嘅老友記係有認知障礙。咁由我哋個醫護團隊咧，就訓練咗義工係點樣去玩呢個遊戲。咁透過呢啲嘅遊戲嘅話，咁其實可以幫得到佢延遲咗佢哋個衰退嘅情況，從而減省咗同事嘅工作壓力。訓練嘅過程之中咧，令到啲老友記係開心咗、集中咗，令到佢哋個腦退化係緩慢咗嘅。除咗義工培訓，其實職員嘅培訓我哋都需要嘅，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將嗰個知識承傳，將我哋學到嘅嘢，我哋嘅專業嘅嘢，可以教到啲前線嘅同事，理順佢哋嘅工作嘅流程。好多謝今次市區重建局咧邀請我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嘅學生可以參與今次嘅活動。好多長者其實都好踴躍、好投入去呢個活動當中嘅，例如唱歌咁啦，見到佢哋好開心啊，咁我哋都覺得好滿足啊。阿婆幾日對都嚟探我哋，又同我哋玩，多謝你哋真係。因為長者本身住喺院舍啦，其實24小時都喺個院舍裏邊生活啦，咁變咗佢哋就好少去接觸呢個社區，而正正我哋今次嘅入嚟做服務咧，可以帶到一啲歡樂俾佢哋咯，所以呢個歡樂嘅氣氛咧，可以讓到長者心理質素咧可以提升咁樣嘅。